早晨啊 Ray，我係 Michael。Michael 你好。好開心聽到你應該都係香港首個柏金遜症又可以做到磁波刀，希望可以 share 俾大家你今次成個磁波刀手術歷程，啲柏友可以多啲資料睇下。咁講個手術嘅好處就係無創手術，即係唔使開腦，微創都唔使做，因為微創咧就做呢個 DBS， 整條鐵線入去個腦裏邊，就刺激腦裏邊，去刺激腦部嗰啲。我呢個就冇嘅，用磁波都用一個磁力聚焦晒所有嘅熱力去腦裏邊咧，係刺激打死裏邊嗰啲壞細胞。佢有個網址你可以抄嘅，抄出嚟之後咧掟俾大家，咁樣可以。嗰個功用就係利用個熱力殺死裏邊嗰啲壞細胞，然之後通翻個氣，令到嗰個神經線好咁解，完全唔使開刀。咁我想問一問你背景資料先啦，會係你今年幾多歲？你確診咗柏金遜幾多年？我應該係65歲中招嘅，今年71中招就有6年到啦。2019年中招嘅，2019年到而家已經6年。係啦，我都係。咁其實你而家主要個症狀係令到你生活有咩不方便啊、困難？最麻煩就右手右腳，行路拖腳，同埋起身有困難，右手冇力，揸筷子揸唔到筷子倒去㗎。咁刷牙有問題啦，勉強做到副將都可以自理嘅，但係當掠起一個咧就好論盡，即係行路同埋瞓覺咧就僵硬，轉唔到身咧，右邊都唔肯轉，同埋好容易醒咗之後就好唔舒服。就想死嗰隻。10月23號咧就報咗名喺香港大學醫學院、深圳醫學院咧街症專科睇呢個精神內科，咁就話我柏金遜，我話有冇得做手術？佢話身體檢查先合唔資格。咁入院住咗1個禮拜，檢查啲血咧，抽咗10支血液去化驗、驗尿、驗嗰功能啱，同埋最緊要睇你裏邊有冇做過手術，即係有冇啲鐵喺裏邊。咁我冇做過手術，裏邊就冇鐵器咁樣又 OK。經過一輪審查之後咧，照過呢個 MRI 等等嘅嘢就 OK， 就可以做手術。10月23號入院，咁啊做咗5至6日嗰個身體檢查，話我合格，跟住咧就排期11月3號做呢個磁波刀手術。咁其實都幾快喎，喂！本來11月中嘅，咁我有冇快啲？都要俾錢，我話不如早啲，遲啲做啦。咁我個教授咧叫李永傑教授咧，你上網查佢名都有佢知。香港屯門醫院咧都負責教佢香港啲醫生點樣用呢個磁波刀，點樣用法呢個儀器。佢負責我嘅做腦部手術。咁上網都有佢資料嘅，你哋可以查。咁都好快脆。跟住排咗快期，咁11月3號做咗，11歲11月4號出院，咁就今日翻咗11月4號出院就翻咗香港已經。OK，咁我想問咧，成個手術嗰個流程咧，大約要幾耐？我做個方法點樣嘅喎係？咁好簡單啫，我就11月3號做，朝頭早8點鐘推入呢個手術室，咁咪1個鐘頭之前咧就要做呢個預備手術，譬如剃光個頭，剃到乾乾淨淨啊，2個醫生幫我剃頭，剃到乾乾淨淨。之前1日咧已經剃咗頭㗎，但係咧因為經過1晚之後頭髮生翻出嚟少少，都剃光啲。點解咧？驚影響嗰啲熱力嘅射落個腦裏邊咧，光束咧遮住，所以佢為咗慎重起見咧，就再同我剃到一條毛都見唔到為止，即係就咁短得咁短。剃完之後咧，戴頂好似皇冠嘅帽，嗰個皇冠帽咧就係冷佢啲熱力嘅，驚熱力過度，我哋冷卻嗰啲熱力，即係維持佢溫度咧，大約40度至60度之間，咁射落個腦裏邊。做手術期間咧，喺個 MRI 嘅手術咧就好嘈啦。但係做2個鐘頭咧，期間咧又叫你舉個手，即係要做動作，舉個水杯，溫隻右手，即係唔靈嘅手去舉起水杯，就唔好倒瀉水。跟住又叫你咧做一啲嘅指令，譬如話請你由100減2係98，再減2係幾多？自己一路繼續一路減到0為止，0之後之後-2、-4、-6、-8咁樣數落，直至佢程序完咗之後咧，第2次又嚟做嘅時候又唔係減2係減3，90減3 97，97減3係幾多咧？94減3 91，減落就88減3係幾多？85咁一路做落，分散你注意力，同埋你杯水右手要舉住，大約2個鐘頭就好嘈吵嘅嗰個 MRI， 同埋嗰啲有啲嘢射落你個腦裏邊咧，你感覺到係好熱嘅咁樣。做2個鐘頭。有冇話痛或者其他嘅感覺？除咗熱之外，
冇痛嘅感覺，冇嘅，完全冇其他嘅感覺，係嘈吵嘅啫。MRI 嗰啲嘈吵聲就令到你好唔舒服，同影響到你嘅思維，影響到你計數嘅思維。同埋佢嗰個醫生有個醫生咧坐喺你隔離同你傾偈，即係驚你有事發生，驚你，因為唯一嘅危險咧，佢都講咗風險就係腦出血，因為射入去嘅時候咧，啲熱力令到裏邊啲液體膨脹，有機會腦出血。唯一嘅風險就腦出血，但係佢話做咁多手術未試過腦出血，未試過。唯一風險就腦出血，但係佢一路睇住你就冇腦出血，腦出血就係併發症。但係佢話咧，到現在為止未試過單案件試過腦出血嘅，未即係咁樣。即係大約2個鐘頭到啦，成個手術嘅過程會係手術過程2個鐘頭，預備手術咧就係1個鐘頭，即係總共3個鐘頭。OK，咁即係做完之後個感覺會如何？即係啱啱做完之後個感覺會？做完之後，即係你做嘅時候已經做緊，即係做緊指令，右手喐得，即係右腳喐得。即係你平時食藥先至咁，嗰晚就唔俾你食藥，因為你食咗藥之後睇唔到個效果點，就嗰晚就唔俾你食藥噶啦。即係最慘你夜晚瞓覺前食埋嗰粒藥丸之後咧，就成朝頭早唔准食藥丸，唔准食藥。就咁樣做手術㗎啦，即係睇下個反應點，睇你喐唔喐得手，初期喐唔喐到，喐唔到咧，食完即係你睇下做完之後咁喐到右手右腳得唔得？你嘅感覺係點？咁我覺得咧就同舊時冇事之前冇乜分別，即係完全 OK 嘅，覺得就係。因為之前你講過主要個問題係你右邊手腳唔靈活，拖腳瞓覺喐唔到，係。瞓覺會扎醒，即係做完之後嗰晚係咪已經可以解決晒呢啲咁嘅病徵咧？嗰晚嗰啲病徵冇，做手術期間咧已經開始冇啦，已經一路喐緊右腳，可以喐得自然，你可以踢被右腳已經，好似踢唔到被嘅。即係瞓覺成個情況都好好啦，瞓得變咗會係瞓得好舒穩，好似個時冇病一樣。好啦，咁第二朝咁嘅情況啦，會係咁醫生可能會再嚟睇你啦，會係咁跟住之後有冇話要你食翻藥，定係唔需要食藥？佢咁樣，第一日做完之後咧，晏晝已經嚟睇我啦，睇我發現，因為咧佢做完之後，佢話俾你聽咧，呢3個月好重要嘅，佢有機會即係你做即係腦裏邊咧，即係加咗熱之後咧，會有機會腦水腫，一定噶啦，佢話腦水腫一定有噶啦。即係你起身嘅時候咧，會突然間暈一暈，腦水腫令到你企唔穩。到今日為止咧，仲有少少。最嚴重就係做完之後咧，即係見到醫生就起身同佢握手咧，終於即係行唔到直線嘅，即係歪嘅條路，即係頭暈嘅。第一日最重要，第二日咧就冇咁犀利啦。第3日咧就啦，今日咧已經好多，今日落飲茶添，今日去落下飲茶，行路咧即係暈嗰啲已經少咗好多啦，會係。腦水腫問題，佢話應該維持起碼都2個禮拜，咁佢俾啲藥丸你食。即係而家做咗3日啦，第3日啦。第3日啦，係啦，即係咁晏得走得食得瞓得屙得咁。好正常。而家用右手托住手機傾唔係計就得，舊時拖2下已經冇力，已經手震已經。好啊。而家要我俾錢喎，同埋因為冇阿嬸喎，真係要揾個人自己招呼自己喎。聽唔到我老婆講咩？要揾個人睇住。同香港唔同，香港咧就阿嬸咧同你倒屎倒尿嘅嘢噶嘛，大陸就冇阿嬸嘅，即係冇阿嬸。你要揾個護工咧就幫你倒屎倒尿、買飯買，即係嗰2樣。如果唔係咧，就要老婆或者親人喺度照顧住你。因為嗰度咧做法同香港唔同，香港有阿嬸負責幫你同你倒屎倒尿照顧你，嗰度就得姑娘嘅啫。咁姑娘咧就唔會同佢做咁多樣。咁你又揾個護工，要喺醫院度揾個護工咧，就290蚊一日，因為佢冇阿嬸。咁你如果唔想請阿嬸嘅，咁揾老婆啦，揾老婆去照顧你啦，照顧2日。我想問咧，嗰個咧，你係住院嗰陣時候係唔落得床？住院攞床，你如果你譬如即係檢查嘅時候咧，佢個地下比較濕滑，驚跌倒，我就驚，因為我企得唔穩，未做之前，如果企得唔穩咧，驚跌倒。啲街磚咧濕，你3個人住地下咧就講沖完咧，地下濕晒，咁你拖鞋好似線，就冇嘢扶，咁咪揾老婆扶咯。譬如最麻煩就去廁所沖涼，我最麻煩沖涼啫。沖涼我真係驚跌，沖涼咧冇嘢扶。護工嗰個都係入翻醫院單啦，定係話要 extra 你自己揞俾佢嘅？另外嘅，另外已經過數，已經介紹俾你個護工。OK，即係唔係自己cash 揞俾佢嗰啲位？
唔係 cash，幾時出現貪污舞弊，經醫院被290蚊，醫院咧就抽佣，佢介紹佢抽90蚊，200蚊就落個護工度。係，咁佢就個護工係幾點到幾點幫你，定係on 24小 call 時，24 hours。瞓你隔離？可能鋪床咧，你同佢租咗鋪床，25蚊一晚鋪床啫，租嘅25蚊一晚一張床。私家護士啦，即係總之你有咩私家護士有咩事揾佢得㗎。即係總之跑腿扶下你，同你落去可能 X 光部 MRI，山度係推輪椅，推你去邊間驗身，佢幫你推做晒啲嘢。即係如果包埋醫院單，咁我都係 claim 保險嘅啫，會係咁都呢咁梗係冇問題啦，會係。就算係問題都有限錢，你做咗5日啫嘛，一嚿水多啲，5日得一嚿水，補償一嚿水多啲，同埋住咁35,500係啦，多少少錢，同埋都喺醫院單出嘅，你唔使驚。係咁第二次嗰3日做手術，你都有冇請呢個醫護工咧？會係老婆搞掂， OK，老婆都冇做嘢，全程負責。佢都唔放心啦，佢話唔好請護工，我嚟。護工佢詐諦瞓覺咁點？個護工詐你瞓覺，知唔知啊？你起身佢唔起身，你點？我記得隔離床嗰個中間嗰個冇得做，即係冇得做手術。佢請咗護工幫佢，真係唔起身，真係唔起身咧。頭一鋪床嗰個女人咧，即係陪到佢大聲，喂，你老細起身，你快扶佢咪跌親佢，話起身啦個護工。係咯，咁即係呢一個都可以俾啲朋友知道咧，其實有呢一個護工呢樣嘢咯，就唔好似香港咁咧，你真係請個私家看護，點會有250蚊咁平？2500蚊都唔知請唔請到。佢嘅護工，因為大陸同香港少少制度唔同，香港阿嬸幫你倒屎倒尿，呢個鴨嘴你嗰度冇嘅，不能唔做呢啲嘢，你揾個護工幫你做呢啲。呢個都好嘅，會係。咁跟住之後做完會係1個月去覆診，會係。咁其實你有冇打算繼續係，即係你之後係你要兩邊覆診嘅咯喎，即係定係話你都係可能 ship 過去港大嗰邊咧？梗係點樣先去港大醫學院？即係嗱，因為而家你做咗啦，咁你覆診一定係深圳港大醫學院啦。你瑪嘉烈嗰度都一路繼續覆診嘅喎。我港大醫學院，梗係港大醫學院啦。瑪嘉烈話就話俾佢聽啦，睇佢聯聯飛俾我哋屯門醫學院嗰度做。係啦，咁所以我聽到你話你做咗之後，我又做咗出嚟個效果幾好咧，咁其實會亦都好加大我嘅信心嘅，即係希望。因為我覺得非常好，我覺得冇晒嗰啲咁嘅病徵。其實呢啲病徵咧，你有冇譬如口震，即係面部肌肉震、流口水或者其他？嗰陣時咧就開始有流口水同埋面部緊張震一震。嗰時我以為面部震一震就係你做乜嘢？震一震就好少嘅啫，即係呢幾個月開始有少少面部震一震，頭先冇嘅。你講起有少少，而家就冇，即係會唔覺有呢啲面部震一震。做完手術之後就冇啦，係咪？做手術唔覺喎，而家冇，做咗2日就呢2日都唔覺有，都唔覺流口水添，冇流口水添。即係流口水舊時不嬲都有㗎啦，而家冇咗。OK，好。咁除咗即係我講啦，即係一般個 physical 嘅病徵咧，即係你都知大家拍友咧啲病徵咧，因為即係可能有啲人有抑鬱，或者可能有其他嘢啦。即係做完之後，即係個心情會唔會即係有啲明顯嘅唔同咗咧？會係？喂，呢個肯定啦，你冇嗰啲困擾爭幾遠？鬆晒咯。你個人輕鬆晒啦，係咪？你咩抑鬱有冇我唔知，但係起碼有人心情輕鬆咗，覺得自己普通人一樣啦，打翻波，做翻自己應該做嘅嘢，唱翻歌。因為我聽你把聲咧，其實咧之前你有冇影響到？因為另外一個問題就 soft voice，即係話細聲咗，講嘢慢。咁我但係聽你而家都應該都好正常。即係你做手術之前會唔會有講嘢慢或者講嘢細聲呢一個症狀？唔知，但係我覺得咧，佢醫生話咧，因為個腦裏邊腦縮水咧，初期講嘢有少少唦脷。暫時都幾好 OK，暫時。有少少唦脷，我都覺得係有少少唦脷，自己覺得有少少冇唦脷。咁呢個就可能即係要睇佢過咗腦水腫之後有冇啲咁嘅情況。我覺得有少少唦脷，即係醫生講咗啦，有少少唦脷。咁呢2禮拜之後。咁你除咗呢個之外，之前講嘢把聲嗰度冇乜影響嘅會係？即係有啲朋友把聲咧會沙咗、慢咗，講嘢有啲字咧突然間咧講唔到出嚟嘅。會嗰陣時會有嗰時即係都病發作嘅時候時咧係差啲嘅，係差啲。即係個反應好慢，人哋問你，你好耐先覆到人，或者有時直頭覆唔到，講唔到嘢，有啲直頭可能有啲差到係，或者唔願意講嘢。又冇咁差，又冇咁差。
即係教少冇咁差，冇咁差。即係你嗰個情況比較差啲，或者冇咁差，即刻有反應嘅都。又知道自己有時咧有少少詞不達意，自己知嘅有少少。咁做完之後，會唔會覺得即係喺詞不達意呢一方面會有啲好咗咧？即係會係講嘢唔會突然間去到口諗唔到個字出嚟。暫時冇，暫時。OK，明白。咁另外 Poker Face 咧，另外一個比較主要嘅病徵咧係咧面部冇表情咧，即係之前咧會係做完之後個表情會唔會好翻啲咧？會係，因為我都成日俾太太投訴，點解你唔笑嘅？會係。而家識笑，我老婆話我識笑啊，而家。係啦，因為病之前應該未做手術咧，我哋大家都好有個好 common 嘅病徵就係 Poker Face。Stern face，stern 張飛僵臉， stern face 舊時就 stern，而家就 smile face，smile。 Very good，咁都非常之好，即係聽到你做咗，咁起碼咁呢3日你仲有冇食帕金遜嘅藥？藥唔好減住，叫你照食住先，下次睇醫生嘅時候先同你減藥。其實我食唔食都冇分別，譬如今朝都有食嗰隻帕金遜嗰隻再算多幫我。平時我而家咧食，譬如我8點鐘食，今朝我8點鐘食藥，食到10點半咧，就已經啲藥起一個咧就已經離散㗎啦。而家都冇事，即係2個半鐘頭之後咧，啲藥氣就過晒咧，就手又硬腳又硬㗎啦，又想食藥㗎啦。而家就冇。咁其實佢有冇同你講話即係幾時再復診？會係1個月？咁個醫生會約我㗎啦，約我時間佢話，即係加咗我微信之後咧，嗰個楊光華醫生咧會約我，不過係深圳醫生，識廣東話嘅，同我溝通。咁其實佢有冇再講話嗱？因為根據我睇網上邊咧，關於慈波都嘅資料咧，會係咁其實嚟講咧，都話有機會之後咧個症狀會多翻嚇。咁你阿楊醫生嗰啲有冇講話，即係之後可以維持幾耐，或者之後仲需唔需要做 DBS 咧？會係佢話呢種做法咧係最新嘅醫學技術，究竟有冇反彈咧都未知道。佢正常嚟講咧，你病情會即係會惡化，惡化嘅話咧都就算你做 DBS 咧都一路調整嘅 ，DBS 都會你個生活一路即係要調教個 DBS 嗰個心，即係嗰部機嘅。咁你做完之後，你將啲壞細胞死咗啫，但係新嘅壞細胞會出現噶嘛。係新嘅壞細胞出現視乎你個人幾時出現壞細胞，冇人知道，只有你自己知嘅啫。到時就壞細胞出現再做咯。佢話可以再做，因為呢個係微創手術嚟講，再做。明白。即係咁講。我就話擔心會唔會話，可能做完呢一個，跟住之後又要做 DBS 咧？唔會，佢話唔會，佢冇講，即係我就佢話咧，你出現咗我右手邊咧，我就講落一樣嘢，就講做呢個持波刀手術做一邊嘅啫，右手右腳。如果你4邊都有咧，就唔適宜做持波刀嘅。譬如你右手又有，左手又有咧，持波刀就做一邊嘅啫，即係負責一邊，做一邊嘅啫。如果你兩邊都有，又唔適宜做啲持波刀嘅。要做呢個 DBS，佢話明白。DBS 就貴好多嘅 DBS 佢做咗成30萬嘅。因為開腦啊係，咁你係係微創，其實已經爭好遠咯係。爭好遠啊！佢最好就唔好做微創，因為做咗微創，第日咧有啲咩新手術咧，譬如幹細胞手術咧，你做唔到嘅，冇得做。跟住之後，想問，因為話之前你喺瑪嘉烈復診咧，咁其實有冇同你個主診醫生傾過呢一個 DBS 嗰樣嘢嘅？會係即係話你上去做，佢知唔知道嘅？會我講過 DBS 就冇講嗰時，我都唔知有傳播到 DBS 佢話你咁輕微有排你未需要做嘅話 DBS 即係話 DBS 冇需要做你。OK，咁其實即係佢知道你將會去深圳嗰度港大醫院求診，但係就唔知道你做持波刀。唔係佢唔知道我去港大醫院，因為我知道咧係好，我係幾時知咧？係10月中，我10月23號嘅，我10月頭知道。嗰10月頭知道嘅時候咧，我未復診，即係瑪嘉烈未復診，我就要睇呢個香港深圳大學醫學院，因為我想快速解決啲問題。咁當然咧，大家都好明白幾困擾，即係同其他人講，人哋係唔會明咯，係即係我哋拍友，即係對生活自己個人啲病徵咧越嚟越多咧。最麻煩瞓覺瞓得唔好，要半夜醒咗之後咧做一輪運動先得。譬如我右手右腳硬咗咧，手拉筋又喐下，喐一輪先再瞓得翻。如果唔係瞓唔到覺，嗰種辛苦。咁我哋
所以我知咩叫同病相憐。同病相憐即係話你有咁嘅病先至憐憫到人哋嘅對方嘅痛楚。同一啲人冇咁嘅病人咧，根本就唔知道我哋點辛苦法，根本就唔知完全都。咁你話17萬呢樣嘢咧？因為你頭先講啦，會係咁1嚿水就去揾下楊醫生門診，咁如果有門診都1嚿水啦，即係等於香港睇街症嘅啫，基本上即係香港都係80蚊，咁去100蚊其實都唔係爭好遠。用醫療券可以，我用醫療券睇嘅就。我仲未夠資格用醫療券。係另外就入院五日檢查嗰度咧，就話幾千蚊到出院係咪？係我1000幾4000幾。佢本嚟要落押金，按金1萬蚊嘅，退翻6000幾蚊俾我。OK，住個房型普通嘅房定係私家房咧？嗰度當係私家症定係普通症咧？會係你講係住院檢查嘅時候，住檢查住嗰啲同大陸人一齊住4000幾蚊，最平嗰隻。但係3人房就3個人住，就係政府資助嘅。OK，即係當政府資助嘅症嚟嘅，就唔係私家症嚟嘅。因為你平到咁交關，又驗 MRI 又照咗2次 CT， 又驗血又驗咗10堂，又做好多樣嘢，做到我都唔知乜啦。OK，做咗起碼6、7樣，淨係 MRI 我照咗 MRI 咧，淨係香港照咗7000蚊啦。好，咁跟住之後做手術咧，住咗3日。11月3號入院，4號做，5號出院，3、4、5。咁就呢個埋單就17萬5。17萬5咁上下啦，係。即係成個手。應該嗰個17萬5，應該包埋嗰個住檢查前嗰個做計埋㗎啦，好似。OK，即係大約即係17萬5加個4000幾蚊，即係大約18萬內應該就落到啦。17萬5，我記得係加咗嘅嚟嘅。我做咗16萬，手術費16萬。我落咗按金17萬，佢退翻千零蚊俾我，就17萬，16萬8，再加埋啲即係檢查嗰5日咧，17萬5有錢找添，17萬5以下，連埋檢查費嘅已經。OK，因為我手術16萬，跟住住咗2日已經8000幾，16萬8，我攞咗訂17萬，佢退翻15蚊呢個人民幣俾我。咁佢頭先住院咧，都係住咗5日，5日度用咗4000幾，17萬5有找已經，17萬，佢加埋埋都17萬5有找已經。OK， 2萬。其實咁即係做手術呢次第2次入院咧，呢3日咧，其實都係住3人房。唔係住一人房，好大間房嘅。住咗最平嗰個房係1000蚊房，俾人住晒，咁1500蚊都冇住晒，剩翻個2000蚊房。咁2000蚊房咧有張用我住一個大房，跟住咧我老婆陪我住，有鋪床另外計錢280蚊咁樣。OK，咁啊老婆照顧住我咯，都有鋪床喺度嘅，另外計錢280蚊。咁即係。